总监好，我叫唐川，金融法学双硕士毕业。您别看我刚毕业啊，我这人从小就特能吃苦，而且您看我这……希望薪资多少啊？考虑到咱们是一家顶级投行，我也不能给咱们公司跌份啊。这月薪15000啊！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1个月给你3000，实习1年，不包吃住。不，3000，你打发叫花子呢？还敢顶嘴？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金融圈混不下去？我他妈！警告，唐川先生，您的助学贷款已逾期，若本月还未还清，将上报央行征信。该死，征信要是黑了，这双硕士学位就成废纸了。总监，我跟您到这玩呢。对不起啊，我不懂事儿，我签，我现在就签。哎，这就对了，这就叫现实。刚才是3000，现在只剩2500了，而且，每天还要给我擦皮鞋、买咖啡，不想干呐，滚蛋！2500，行，我忍。等老子还完贷款，非弄死你不可。总监，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快点。妈，我这正面试呢，没事我挂了啊。川儿啊，面什么试啊？快回来！妈现在手里管理着一个庞大商业帝国，妈现在年龄大了，实在忙不过来，这泼天的富贵就等着你回来继承了。妈，你又跳广场舞跳晕了，还商业帝国呢？咱家连小卖部它都没有。开什么玩笑？妈藏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锻炼你。妈现在年龄大了，这泼天的富贵就该你来继承。妈，你认真的？你不能让人骗去搞传销了。快点回来，家里还等着你主持大局呢。妈从来不开这种玩笑，难道是认真的？我真的是亿万富翁！你干什么呀？你疯了？2500，留着给自己买骨灰盒去吧！我今天告诉你，老子是1000亿资产继承人。还有啊，今天只要我从这块走出去了，等我再回来，就是收购你们公司的。到时候我第一个让你卷铺盖走人。你妈说他没说你呀？收购公司啊？就拿你的嘴吗？我今天把话就撂到这儿。3个月之内，你收购不了我们公司，就彻底给我滚出金融圈，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一步。敢不敢赌啊？赌就赌，谁怕谁呀？老子是1000亿继承人。不过丑话我说在前面，我要是赢了，你自己麻溜滚蛋！妈，您藏的可真深啊！那个狗眼看人低的 HR， 你给我等着！哎，干嘛呢？推个保险去后面。我是唐川，麻烦进去通报一声，就说这里的主人回来了。你他妈喝假酒了吧？赶紧给我滚，别逼我大嘴巴抽你！哎，川儿，妈在这儿呢。哎呦妈！我的儿子，妈，您辛苦了，守着这么大的产业，一定很累。您放心，以后有我。好，走，跟妈走。妈，这就是您说的庞大的商业帝国。这陈家上上下下几千坪，几十个佣人都归妈管。是，我就是这里的管家，
不就是在管理一个帝国吗？那您说的掌控亿万资产呢？这里的别墅不值几个亿，那些古董花瓶不值几千万，你每天擦的花瓶1000万，不就在管理1000万吗？不是，那出入豪车接送呢？哎，看见这辆劳斯莱斯了？以后每天早上你负责接送他出入。不是妈，你坑死我了，你知道吗？我为了回来继承这亿万资产，我把那顶级投行的 offer 都给撕了，我还放狠话要收购人家公司来着呢。收购什么公司啊？踏实干活才是正道。这陈家待遇可好了，管吃管住，每个月工资1万块，比投什么行强多了。月薪1万？这保姆比投行的实习生挣得多。不是，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问题。更何况这月薪1万，我得猴年马月才能收购那投行啊！完了，这下逼成大了。哎呀，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妈说继承商业帝国，没想到是子承母业，我他妈来这是当男佣的。我可是跟那个家伙立了赌约的，3个月内不收购公司我就完蛋了。不行，我必须辞职搞钱。8万，哎呦，又糊了！哎呀，怎么又点炮了？哎呦，我今天呀都已经输了100多万了，这牌呀没法打了。哎呀，曼雪啊，你这手气，散财童子转世吧？哎，要不今天就算了？哎，那不行，再来，我就不信了，今天我还赢不了一把。哎，川儿，快去给夫人倒茶，小心点，茶室的茶叶可2万块钱1斤呢。哦，快去！倒完这杯茶我就走人。哪怕去天桥底下贴膜，也好过在这当男保姆。我要去中我第一桶金。哎，还有你，孙嫣柔，别高兴得太早，这牌局可还没结束呢。哼，曼雪啊，这输不起就直说。哎，这茶怎么还没来？渴死我了。夫人，您的茶。这贵妇气质，这一身珠光宝气，一看就是这家的女主人。不过这脾气，喜怒全写脸上了，典型的没心机富婆。另外，我想跟您辞。小帅哥，你在陈家当佣人多屈才，不如跟姐姐走。姐姐家里啊，正好缺个贴身管家，不用干粗活，每天晚上啊，把姐姐伺候好了就行。月薪啊，随你开，怎么样？抱歉啊，我只卖艺不卖身。沈夫人，我想辞。孙嫣柔，你什么意思？当着我的面儿，你就敢挖墙脚？怎么？我看人家小帅哥也不愿意跟你这输家受气，那不然咱再加把注。这把你要输了，这小帅哥也归我。今晚啊，我就带回去。做梦！他可是我沈曼雪的人，你们谁都别想抢走。夫人，您先松手。哎呀，给我坐下。这把你来打。什么玩意儿？赢了算你，输了让我背黑锅。我还要去找工作赚钱，收购公司呢，没空在这瞎闹。夫人，这使不得，这麻将连字儿我都不认识呢，我不会打。哎呦，不会打呀？那感情好呀。不会打也得打。我告诉你啊，现在我还剩下最后这10几万筹码，你要是能赢，桌上这些钱全都归你。靠，全归我。这桌子上的资金池至少有200万，也就是说，我月薪3000的话，不吃不喝得干55年。什么辞职啊？这工作辞不了一点儿啊！哎呀，那就瞎打试试。哎呦，来，小帅哥，姐姐教你这牌啊，想打哪张打哪张，姐姐会让着你的。
你让着我，大姐。博弈论、概率统计、微表情分析，这些可是我写硕士论文的素材。玩牌我是专业的，不过我得装作什么都不会，不能让他们看出来。这个绿色的字是什么呀？那是发财，拿出来给我碰。哦，碰。完了，看来这小子是真不会打牌呀。碰吧，现在碰得多开心，一会儿哭的就有多惨。这小鸟又是什么呀？那是一条。哦，那我不要。我就等这张一条了。碰。我好像凑了4个一样的，这叫杠吗？哎呀，这叫暗杠。哎，从这下面起。这怎么没有字儿啊？那是一饼。哦，哼，那这……哎，不对啊，我怎么都凑一对儿啊？这算糊了吗？清一色杠上开花，你管这叫不会打？这很大吗？我看着他们都是圆圈，我就给凑起来了。哎呀，太大了呀！这一把我们就回本了。哦，运气，绝对的狗屎运！哼，重来。这次又是3个一样的，给钱给钱！哎，不好意思，这次又是杠上开花，杠上开花，哎糊呀，了！又13幺，哎，拿钱！又糊了！你出千，哪有人把这么好运？我刚才都说了，这麻将上的字儿我都认不全，我怎么出千呀，姐姐？就是，哎，孙嫣柔，愿赌服输，你欺负个新人算什么本事？你刚才那嚣张劲儿呢？算你狠！沈曼雪，咱们走着瞧。哼，不送啊，走。慢走啊！哎呀，小唐，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你看见没？刚才孙嫣柔的脸绿得跟黄瓜似的，太解气了。夫人，您刚才说的筹码……放心，我沈曼雪说话算话。230万，一分不少你的。把收款码亮出来。好嘞。支付宝到账230万元。好好干，以后只要我在牌桌上，你就在我旁边镇场子，咱们陈家可不会亏待了自己人。没问题。230万，助学贷款平了，征信保住了，剩下的钱还能当第一笔启动资金，距离收购投行又近了一步。谁说这男佣不香啊？这男佣可太香了。喂，什么事儿啊？哎呦，以后这种事儿别来烦我了。投行那边以后就找林雪，那不是他名下的子公司吗？我早就不管了。投行？这云海市的投行也只有我昨天面试的那家。难道说我发誓要收购的公司竟然是陈氏集团的子公司？我这是打入敌人内部了。真是的，
投行这种小事，是个大惊小怪。夫人，咱们陈家这涉猎就这么广泛吗？都有投行啊？哎，那只不过是咱们家的一个小产业，当初买下来也只不过是给林雪练手用的。哦，哎，怎么，你对金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我干！我拼了老命准备收购的目标，居然只是人家大小姐的练手玩具。臭小子，赢了2把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不干活去？妈，我都赢了这么多钱了，还干什么活呀？赢钱是赢钱，工作是工作。夫人，刚才大小姐打电话说胃疼，汤熬好了，让谁送去？让小唐去啊，他现在手气正旺，正好给林雪带带运势。好，没问题。那劳斯莱斯的车钥匙在哪儿呢？我现在就出发。想什么呢？那个劳斯莱斯是给家里宠物狗做的，看见门口那辆小电驴了吗？你骑它去。啊，狗做劳斯莱斯，我骑小电驴啊？怎么？难道你比狗金贵？地址就在陈氏集团的总部，你快点去。要是汤凉了，我唯你是问。行，我去。骑电驴就骑电驴，正好看看这大小姐到底是何方神圣。你看看，我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穿西装骑小电驴，这是王者的低调。等老子完成了收购大业，到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买10辆劳斯莱斯组合车队。我必须证明，在这个家的家庭地位绝对不能比一条狗低。送外卖的不能进，放外卖柜去。大哥，麻烦你看清楚，哪有穿着西装送外卖的？我是陈家的新任管家，免贵姓唐。穿西装骑着电瓶就是管家了？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我还说我是微服私访的董事长呢。赶紧走。我靠，真是冤家路窄呀！这狗东西怎么也在这儿？看来实锤了，那家投行还真是陈家的。这孙子不在公司作威作福，跑到总部来，肯定是来拜访陈家大小姐的。哦，这不是那个要收购我们公司1000亿家产继承人吗？就继承辆小电驴啊？嘿，昨天不还是很狂吗？一出来就原形毕露了。看来真是个送外卖的。好狗不挡道，我给陈总送东西。陈总送，你配吗？陈总是你这种底层人也能见的？哼，保安，给我看好了，这个就是个疯子，昨天在我办公室发疯，被我赶出去了。千万别让他进去惊扰了陈总，否则饭碗不保。是，赶紧滚！再不滚，我报警了啊！行，你非逼我摇人是吧？行，今天要玩，咱们就玩个大的。哎呀，老夫人，这汤我可不能送。我在这楼下遇到了一个什么自称总监的大领导，他非说我是疯子送外卖的，还要报警抓我来着。我说我是陈家的人，他说我这种底层人不配进。啊！放屁！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拦我的人？把手机给他，我要撕了他的嘴！哎，总监大人，你把刚才说的话当着我老板的面从头到尾再说一遍。装不错呀，随便找个夫人，你谁啊？你算哪根葱啊？敢拦我家小唐？
耽误了林雪喝汤，明天我就让你滚出陈氏集团！夫人，误会，都是误会，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呢。小唐，把手机给保安。哎，啊，夫人好，赶紧给我放行！是。啊，哎呀，总监大人，刚才那嚣张劲儿呢？不是说我不配进吗？还要报警抓我来着？啊？唐先生，是我有眼无珠。您请。王总监，看这路障有点碍事儿。我这车上挂的呢，可是给陈小姐送的，这金贵着呢。你说这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啊？唐先生，是我考虑不周，等您的路了，我这就去办啊。唐先生，路通了，您请。不错，没想到咱们王总监这搬砖也是一把好手。你放心，以后你失业了，这大门口保安的位置，我一定给你留着。陈小姐，我们已经等了你1个小时了，你们的法务团队到底在搞什么鬼？这就是你们陈氏集团的效率吗？皮埃尔先生，请稍等一下。翻译呢？还没到吗？陈总，刚联系上，那边的航班因为暴雨被降临省了，最早的高铁赶过来也要4个小时。4个小时？皮埃尔先生连4分钟都不想等。要不，我在网上找个在线翻译？胡闹！这可是几10亿的跨国并购案，里面的法律条款，错1个字就是上亿的损失，季帆能负责吗？看来陈小姐并没有诚意。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去隔壁的李氏集团去谈谈，听说他们比较有诚意。等一下，皮埃尔先生，要不咱们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小王10分钟，10分钟之内，如果再看不出这份合同的正版，合同立马取消。完了，难道这几个月的努力全都要白费了？就因为一个该死的翻译！哎呀，这就是陈氏集团总部，够气派！没想到我堂堂英法双语精通，金融法学双料硕士，第一次踏入这商业帝国的核心，居然是以送外卖的男佣身份。哎呀，这该死的造化还真是弄人呢！当当当当，外卖到了，新鲜出炉的暖胃汤，还热乎着呢。大小姐请享用。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出去！我是陈家的新任管家唐川，夫人特意让我来给您送汤，说怕您忙起来忘了吃饭。我现在没空喝什么汤，拿回去吧。那可不行啊！夫人下了死命令，你要是不喝这汤，她扣我工资啊！扣你工资？你信不信？你要是再不出去，我也扣你工资。忍住！看在那230万奖金的份上，我得拿出顶级的职业态度出来。客户虐我千百，我待客户如初恋。陈小姐，这钱是小事，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想啊，
夫人要知道您得了胃病还不肯喝汤的话，那有多心疼啊！您舍得您的老母亲为您操心吗？少来这套。行，大小姐要是实在不喝的话，我也没办法，我就只能给夫人打个视频，如实汇报。不行，要是让这家伙给妈打电话，以妈那个性格，搞不好会直接杀到公司来闹，到时候更麻烦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软硬不吃。哎，停！哎，别打，别打，我喝不就行了？您先坐下，我给您拿来。不用了。我操！陈总居然对这小子言听计从，难不成他真的是陈氏集团的太子爷？这下你满意了，可以回去交差了。满意，我太满意了！感谢大小姐支持我的管家工作，大小姐喝下的每一口汤都是我年终奖的基石。你这人真是，你掉钱眼里了。管家，搞了半天他他妈就是个送外卖的管家，狗日的！老子刚才给他办入账，还给他鞠躬，我他妈被一个下人给耍了！好你个骗子啊！居然是个臭管家！刚才在楼下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还太子爷，我呸！王总监，你在干什么？谁允许你进来的？出去！陈总，他就是个骗子！刚才在楼下，他故意羞辱我，你都够了！陈小姐，我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现在翻译呢？专业的法务呢？皮埃尔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3分钟，3分钟之内，要是再找不到能看懂这份合同的人，合同立马取消。3分钟，我上哪找人啊？不就是份法语合同吗？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啊？至于这么着急吗？口气还不小啊！你一个下人，连法语字母都认不全吧？装什么装啊？谁说送汤的就不能懂法语啊？陈小姐，这就是贵司的态度吗？竟然让一个外人随便翻阅我们的商业机密，这简直是在侮辱我的生命！皮埃尔先生，请您息怒，他是新来的，他不懂规矩。够了，简直是太草率，太不专业了！和你们这种公司人合作，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生命！我要走了。唱不下去了啊！我劝你啊，自己麻溜滚蛋 Monsieur Pierre.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Pierre, l'article 12 de votre contrat relatif à la ouverture des risques de change tend à répercuter 30% de coûts sur la partie A en profitant des fluctuations du taux de change, à l'article 7 du droit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N'est-ce pas trop gourmand? 你看得懂？这怎么可能？哎呦，皮埃尔先生啊，你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呀！他就是一个下贱的男佣，连大学门朝哪开他都不知道，他懂个屁的国际商法呀！他就是哗众取宠。董川，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在这胡说八道的！你这是涉嫌破坏公司几十亿的合作，你这是商业犯罪！我现在就报警把你抓起来，让你牢底坐穿。王总监，如果嗓门大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村口的驴都能当 CEO 了。赶紧收起你这副无人狂怒的嘴脸，给我闭嘴！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什么叫专业！你敢骂我？够了！
王总监，给我闭嘴！ Pour l'article 15, Monsieur Pierre, concernant le mode de calcul des pénalités, vous avez adopté le calcul par intérêt composé. C'est pas reconnu par le droit de notre pays. Si vous insistez, j'ai des raisons de douter de la sincérité de votre entreprise. 不，这都是误会。流利的法语，精通国际商法，还有那份掌控全场的气质，这真的是我们家的新管家吗？唐川，你身上还藏着什么秘密？ 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都是那帮该死的实习生拿错了模板啊！我们都是受害者。这样，我马上让人修改。真的错了。皮埃尔先生啊，您千万别被这个骗子给忽悠了，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下人，他懂个屁呀他！闭嘴！你这头该死的蠢猪，你懂什么？汤先生一眼就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他是真正的专家。天哪，皮埃尔可是出了名的商业巨鳄，居然被他训得像个实习生。这家伙居然这么深藏不露。大小姐，你看这18条，交付周期，这不对呀。他们留了2个月的缓冲期，这对我们的资金周转很不利啊。我的建议是，把它压缩到2周。皮埃尔先生。 关于第18条，我方无法接受2个月的缓冲期。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我建议改到2周。陈小姐，这2周时间，皮埃尔先生，据我所知，贵公司在亚洲有着完整的物流体系，2周绰绰有余。除非贵公司对这次合作没有信心。这样，就2周。 就2周时间，就2周。哎呀，陈总啊，你别听他在那瞎指挥了。这要是万一惹怒了皮埃尔先生，我这……给我闭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怎么可能懂这些？他一定作弊了。皮埃尔先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唐先生，你的专业素养。 简直是令我叹为观止，但是我直言，以您的专业能力和法语水平，完全可以胜任任何岗位。但为什么会去当一个佣人？简直就是在用钻石铺路，太浪费了。皮埃尔先生，这就是您狭隘了。谁说佣人不能懂法语的？在我们这儿，金牌佣人拼的是综合素质。 我觉得挺好啊，又锻炼脑子，又锻炼身体啊。对，有道理。您说的是金子啊，到哪里它都会发光的。你有没有兴趣去我们法国高俊？年薪嘛，你随便开。皮埃尔先生啊，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去法国？开什么玩笑！我的目标可是收购陈家旗下的顶级投行，只有潜伏在陈家核心，我才能拿到关键的财务数据。 想办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完成我的复仇大计。多谢皮埃尔先生的美意，不过我这个人吧，他比较恋家，不喜欢出远门。况且陈家给我的待遇呢，我非常满意。那真是陈氏集团的荣幸啊，陈小姐，你有一位非常厉害的管家呀。多谢皮埃尔先生的夸奖，拥有唐先生是我陈家的荣幸。 那我就不打扰2位了。李秘书，送一下皮埃尔先生。唐川，今天公司多亏你，必须给你奖励。陈总啊，这就不用了吧？虽然蒙对了几个条款，但他毕竟是个下人，插手公司机密，哎呀，这本身呢就是违规。这事儿要是传出去的话，咱们陈氏的脸 往哪儿搁呀？王总监，还有时间想着公司的脸往哪儿搁呀？我要是你，首先想想自己的脸往哪儿搁。这左边的脸是刚才在楼下被打的，右边的脸是刚才皮埃尔先生打的，这脸都肿成猪头了，往哪儿搁呀？往地上搁吧你！你反了你了啊！你一个男佣竟敢嘲讽我，我可是投行的总监，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够了，
王总监，你还好意思提你是总监？刚刚在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质疑，在阻挠，在看笑话。而你口中的小唐，刚刚为公司挽回了几十亿的损失。陈总，我到底是谁在丢陈氏集团的脸？谁才是没用的废物？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滚出去！还有，写一份1万字的检讨，深刻反省什么叫职业素养。少一个字，直接去财务部结账走人。是。这就受不了了，王总监，珍惜你现在还能写检讨的日子吧。哎，别装了，说吧，你到底是谁？我大小姐啊，我唐川啊，刚才还给你送汤来着。哎呀，这汤里不能有毒吧？给您喝失忆了？少跟我贫嘴。一个精通法语、法务，还擅长商业谈判的双料硕士，会甘心在我陈家做一个送汤的男佣？你当我陈林雪是傻子呀？行，大小姐既然已经看出来了，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其实我非常懂陈家的企业文化，更珍养大小姐的风采，所以说人话。都是沈夫人给的多，月薪1万，这包吃包住，这待遇有啥自行车呀？就为了钱？不然呢？为了理想啊，理想又不能当饭吃。好，既然你喜欢钱，那好办了，来我们公司帮我吧，做我的特别助理，年薪50万，奖金另算。还有，刚才那个王总监的位置，只要你表现好，早晚也是你的。50万，这种高薪工作也是我能拥有的吗？冷静，唐川，你要冷静，你可是跟那贱人打过赌的，3个月不收购投行就得滚出金融圈。50万杯水车薪，就算年薪100万，我也怎么够收购投行的钱呢？当助理是给陈家打工，当管家才是夺取陈家资源的最佳方式。为了胜利，我要忍住。哎呦，大小姐，你就饶了我吧。嫌少？100万？不是大小姐，它不是钱的问题呀。那是什么问题？大小姐，您看啊，刚才那王总那一脸褶子，那都是 KPI 折磨的。我这人呢，胸无大志，我就喜欢在那豪宅里面遛遛狗啊，浇浇花呀，顺便陪夫人打打麻将，消遣消遣。对于这种勾心斗角的职场生活，它实在是太不适合我这种单纯的小白兔了。单纯？小白兔？你刚刚怼王总监的时候，那可比狼还狠啊！大小姐，那是他欠怼。反正我觉得我当个管家挺好，毕竟当管家才能时时刻刻掌握夫人的心情，那才是第一手情报，比什么商业机密都值钱。油嘴滑舌，好吧，既然你不愿意来，那我也不勉强你。但你今天帮了公司这么大的忙，想要什么？大小姐局气，我刚才骑电驴来的路上，为了赶时间闯了一个红灯，还蹭掉了一块漆。大小姐您给报销一下，顺便再来点精神损失费。就这些啊？大小姐您看着给就行啊。支付宝到账10万元。得嘞，大小姐您先忙，哎，千万别忘了吃饭，不然夫人又扣我工资了。宁愿做管家，也不愿意到公司来做高管。唐川，你到底想干什么？得嘞，大小姐您先忙，哎，千万别忘了吃饭，不然夫人又扣我工资了。
喂，妈。李雪，胃怎么样了？还疼吗？妈，好多了。妈，汤我都喝完了，效果不错。啊，喝完了？哎呦，真的假的？这以前我让人给你送汤，那不是倒了就是放凉了。没想到这次你居然全喝完了。哎呀，看来小唐还真是有点本事，能让你这头小倔驴乖乖听话。妈，我是你亲生的吗？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不过，妈，那个唐川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年轻就到咱们家做管家？哎呀，他呀，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哎，不过啊，他妈妈是咱们家的王姨。王阿姨是他妈？对呀，你也知道，王阿姨在咱家干了10几年了，那可是出了名的老实本分，嘴巴也紧。不过最近她诉苦说，她儿子竟然品学兼优，还拿了什么双硕士学位，就是找不着工作，都快饿死了。找不到工作？金融法学双硕士，居然找不到工作？哎呀，是啊，我想着王姐平时是尽心尽力的，就让他儿子来试试。哎，没想到啊，这小子原来是个福将啊！福将？他陪你打麻将了？可不是嘛，刚来第1天就帮我在牌桌上大杀4方，赢了孙嫣柔那老妖婆200多万，那手气简直绝了！200多万，运气这么好吗？那当然，他自己都说了，连牌都不认识，全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就是新手光环。瞎猫碰上死耗子，一个能一眼看穿国际合同陷阱的人，会不认识麻将牌，这就叫扮猪吃虎吧。哎，对了，闺女，你觉得小唐这人怎么样啊？我觉得长得倒是挺帅，人也机灵，就那样吧。油嘴滑舌的，还得再观察观察。行，慢慢观察，只要记得按时吃饭就行。先挂了。好，拜拜。找不到工作的双料硕士，靠运气的赌神管家，唐川，你究竟有什么目的？职业素养，我素养你大爷！唐川，老子跟你没完！这小子的底细查到了吗？查到了，王总。这小子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家住老破小，父母都是普通人，而且他身上还背了好几万的助学贷款没还，征信都快黑了。哼，果然，我就知道他是个骗子。不要！什么破壶啊，连个鱼毛都没有，是不是你们把鱼喂饱了？哼！我告诉你们，以后再敢这样，我饶不了你们。哎呦，这老头气质不一般呀，敢在陈家这么横，这老头莫非就是陈家真正的掌权人，传说中的董事长陈洪真？助学贷款，征信黑名单。唐川啊，唐川，原来你是个欠债的穷鬼，一个背了债的人，混进豪门当管家，这是为什么？肯定是图财，这个是天大的把柄。哼，这检讨老子不写了。这就去陈家老宅找老爷子，去告御状。我一定要让这小子不仅滚出陈家，还要让他去坐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已经搞定了夫人和陈林雪，
要是再拿下这个老董事长，那我在陈家的地位就稳了。要是把他给哄开心了，收购投行的资金和人脉，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儿。我得想个办法吸引老董事长的注意。这要是能钓上鱼来，这鱼得是近视眼加味觉失灵啊！谁呀？谁说风凉话呢？给我滚过来！老爷子，您这饵料不行啊，又是红虫又是蚯蚓的，太腻了。你懂个屁！我这是顶级的进口饵料。等等，你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新入职的管家，唐川。刚入职？哼！好，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态度都这么差吗？上班时间瞎溜达，还吃东西，你信不信我让你立马滚蛋？老爷子，您别动不动就让人滚蛋啊！其实钓鱼这事儿很简单，刚才我看出来，您啊不是鱼饵不行，就是纯粹水平不行。我不行？你说我钓鱼不行，我钓了40年鱼啊，人送我外号云海钓王。你个兔崽子，你敢教训我啊？钓王？空军司令吧？你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几斤几两。来，你钓不上来，我今天扒了你的皮。行，那我就给你露一手。这老头还挺有意思，敢在我面前称钓王。我大学时候可是拿过全省钓鱼冠军的，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技术，等着瞧吧。看好了，哎呀，看来这鱼也是个乞丐命，就好那一口面包。这怎么可能？我的顶级饵料还比不上你的半拉面包，这不科学呀！没想到我这顶级的进口饵料输给了你半拉面包。老爷子，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鱼类消费心理学。这什么学？你那进口饵料太贵了，就好比呢，大鱼大肉鱼早就吃腻了。我的面包呢，虽然糙，但是胜在清淡，讲究一个返璞归真。做人如此，钓鱼亦如此。好一个返璞归真！哎，小伙子，就你这悟性，当管家屈才了。老爷子，老爷子，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个人呐！这个人他就是个骗子啊！你是谁呀？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老爷子，我是集团旗下投行的王文祥，特意向您来汇报。唐川这个人，他不是个好人，他身上背了一身的债，连征信都给拉黑了。他这种人混进陈家，就是为了骗钱。小唐，他说的是真的？你欠了一屁股债，连征信都是黑的？这孙子还真是阴魂不散。不过哟，正好借他的嘴，把我的野心过了明路。真的，几十万呢？怎么了？王总监查这么清楚，你要帮我还啊？胡闹！陈家怎么能招这种底子不干净的人进来呀？看吧，老爷子，我就说，哎呀，他就是个穷鬼。这种人啊，为了钱什么都敢干。他留在陈家，那就是个祸害。把他赶走吧。你给我滚蛋！我陈家不需要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滚！心术不正？老爷子，我要是想骗钱的话，刚才这条鱼我就2000块钱卖你。毕竟您那几千块钱的饵料连个屁都没钓上来。是，我是欠债了，但我那是助学贷款，是国家借给我读书的钱，是我凭本事借的，我也凭本事还。到了王总监这儿，就成了我是小偷了。还是这，反倒是王总监
公司几个亿的项目他不管，整天就有那些龌龊心思，想要栽赃到我身上。老爷子，您是相信一个凭本事钓鱼的穷鬼，还是相信一个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正事不干的总监呢？助学贷款，混账东西，人谁没有落魄过？老夫当年创业还欠了一屁股债呢，更何况人家这是助学贷款，人家小伙子凭本事吃饭，敢做敢当，比你这个只会背后嚼舌根的小人强10000倍。老爷子，你怎么护着他呀？他心术不正，他妄想收购投行啊！收购投行？你有这想法？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他不是好士兵。我来陈家确实不仅仅是要当管家，3个月之内我要凭本事赚钱，收购陈家的投行。毕竟某些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管理者实在是太碍眼，我要把公司买下来，好好的整顿整顿风气。这听听老爷子，他这是狼子野心，他这是造反呐！闭嘴！好一个狼子野心！现在年轻人就差这股子狂劲儿。想收购我的公司啊？行啊，只要你有这本事，我双手奉上。老爷子，您不生气啊？我生什么气啊？人小伙子说的对，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现在的年轻人就差这个混不吝的劲儿。倒是你呀，身为总监，整天盯着一个管家，还告黑状，丢不丢人？滚！别打我跟小唐切磋钓鱼。这他妈也行？这陈家的人脑子都有病吧？小唐，这个面包钓鱼法有点意思。刚才那盘怎么甩的？教教我。小学啊，这是独门秘籍，得加钱。学费好说呀，只要能钓上来驴，随你开。教你钓鱼倒是可以，不过这肚子饿了，这肚子一饿，他这脑子他就不转。咦，你饿了你早说呀！走，咱们吃饭去。哎，这不合适，我这一个管家怎么能跟主人一个桌吃饭呢？不行不行。什么主人管家的，在湖边咱俩是钓友，桌上咱俩就是酒友。你要不去可看不起我呀。去跟厨房交代一下，把这条鱼做了，我跟小唐好好喝2杯。那老爷子这么盛情，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唐，今天我说了，咱们俩要好好喝2杯啊！天哪，这酒疯冒青烟也不能这么冒啊！我儿子居然上桌了，这不合规矩啊！这老爷子是不是钓鱼钓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豪门家宴，这顿饭可不是白吃。想要在这个家站住脚跟，光会钓鱼打麻将还不够，得全方位展示我的价值。不要拘束，今天你钓了一条鱼啊！我让厨师下了大功夫做，来尝尝。尝尝。怎么样，小唐？这可是咱们家专门从法国请回来的米其林3星大厨孙师傅的手艺。这怎么说呢？哟，唐管家，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对我的手艺不满意啊？这可是正宗的红烧做法，你要是吃惯了路边摊，吃不惯这高级货，那我也没办法。川儿，你别胡说，孙师傅可是名厨，你不懂做菜，赶紧给孙师傅道歉。哎呀，傻儿子，这孙师傅可是世界级大厨，这脾气大得很，连老爷子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你惹他干嘛？你不想干了？孙师傅，那名厨也有失手的时候。您做这鱼火候不错，收汁也完美，可惜呀。可惜？真是笑话！
我拿过3次金奖，伺候过2任总统，今天居然被你一个拿马桶刷的管家说可惜。行啊，你倒是说说，怎么可惜了？哎，孙师傅，您消消气，这孩子就是嘴欠，他哪懂做菜啊？那个小唐，孙师傅的手艺那在业界可是有名的，你要是吃不惯，可以直接说，别乱点评，这太不礼貌了。小唐啊，术业有专攻，有些话不能乱说啊。这姜丝儿切厚了0.5毫米。啊？啥？红烧鲤鱼讲究的是姜丝儿爆香压腥，您这姜丝儿切厚，爆香时间也不够，导致姜味儿没有时间挥发出来。而且这鱼本身的土腥气都锁在里面了，不信您尝尝，就鱼腹这块肉。怎么了，小孙？真有问题？还真是啊，平常没觉得，今天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土腥味儿。这手疏忽了，备菜的时候急了点。这姜丝啊，确实切厚了。啊，汤先生，您是行家呀！老爷，我这就去给您换一条。哦，这也行。哎呀，老爷，夫人，那我也先下去了啊。嗨，哪像孙师傅说的，什么行家不行家，都是以前太穷了，吃不起好的，就琢磨着怎么把这菜叶子呀给做出花来。哎呦，你瞧瞧这孩子，人长得帅也就算了，居然还这么有品味，就连孙师傅那种老倔驴也被他说服了。我就喜欢这种懂生活的。不说了，来，赶快吃。重磅消息：当红小花陈清月深夜密会神秘男子，疑似恋情曝光。据悉，该男子系某不知名富二代，两人举止亲密。这是清月，那男的是谁？这衣服、背影，果真是那个死丫头。哎，不是，老爷子，你别急呀，我这就给清月打电话问问。问什么问？照片都糊脸上了，你还问？放着好好的书不念，混什么娱乐圈啊？整天跟那不三不四的人传绯闻，陈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哼！公关部呢？人都死绝了吗？啊！热搜挂了这么久都没给我撤下来，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滚！都滚！老爷子，您消消气，您现在要把这个热搜撤了，那不是花钱打水漂吗？你说什么？您仔细看看这照片，二小姐手上拿的饮料牌子正对着镜头，45度角，而且还避开了灯光。哎，还有她这裙子，是下个季度未发布的新款吗？哪个狗仔偷拍这么讲究？偷拍还带修图打光的。还别说，这比那精修图还清楚呢。这哪是偷情啊？分明就是品牌商为了省广告费，在这蹭热度呢。您现在要是把热搜给撤了，这不是断了人家的财路了吗？那怎么办呢？这么挂着？挂着呗，顺便发个声明，就说那个神秘男子是广告拍摄现场男演员，二小姐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她的新广告，这省了宣传费，而且又立住了她敬业的人设。这热度你不蹭白不蹭。哎呀妈呀，还能这么玩？这招绝了！小唐，你脑子转得够快的。你是不是专门学过公关？哎呀，略懂啊。
我之前呢就研究怎么把人给忽悠啊，就是怎么引导舆论啊，这个叫做逆向思维。好一个逆向思维，人才！来碰一个。小唐啊，那个阿姨问你个私人问题，那个你有对象吗？没有啊，不是，您有话您就直说，要不我心里发怵。怕什么？我看你跟清月挺互补的，这一个缺心眼儿，一个鬼点子多，简直绝配呀！那个，要不改天让你们认识认识？我是别，千万别，那可是当红女明星，要是跟她扯上关系，我这收购大计还没开始，就要被她的粉丝撕成碎片了。夫人您太幽默了，我哪配得上二小姐？人家二小姐是天上的月亮，我呢，我就是地上的那个吃鱼的。什么天上地下的？我看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改天让那死丫头回来吃饭。来吃。这饭突然也有点噎了。说，在哪儿学的歪门邪道？又是法语又是公关的，连米其林大厨做的菜都能挑出刺来。你妈我拉扯你这么大，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本事？妈，这怎么能叫歪门邪道呢？这叫知识改变命运。少废话，老实交代，是不是在外面干什么传销诈骗了？哎呦我的亲妈呀，你想哪儿去了？我之前不是找工作吗？然后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法语是看电影学的，做菜是看美食节目学的。真的？看电视也能学会？当然了，您儿子我可是天才。再说了，我要是做坏事的话，能来这儿当金牌男佣吗？行了，算你过关。不过我告诉你啊，在陈家做事少出风头，枪打出头鸟，懂不懂？哎，懂，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嘛。得了吧，赶紧睡吧，明天还有大活等着你呢。啥大活？收购公司？收购什么？明天给坦克和闪电洗澡。坦克、闪电，这名字听着挺霸气。这是哪位少爷？什么少爷？是家里的2条宠物狗。狗？你可别小瞧狗，他们可是每天做劳斯莱斯出入的2位爷，是夫人的心肝宝贝，吃的比你好，穿的比你贵。你明天可得好好伺候了，要是掉1根毛，你就等着扣工资吧。没想到我这双硕士荣誉归来，第一份正经工作是给狗当搓澡工。我就知道这豪门的狗排名就是比我大呀！这一瓶香波2800，老子一身行头才300块。忍住，唐川，这是通往收购之路的必修课。你可是金牌男佣，这点小事必须认真对待。坦克大哥，你老实点。坦克大哥，就你先来吧。不是，大哥，你能不能温柔点啊？你俩是狗啊还是鳄鱼啊？还好没被狗仔发现，这该死的狗仔队！还好爸爸没看见我这副鬼样子，不然又要骂我了。只要悄悄溜进房间就安全了。这死狗！刚才趁我不注意
竟然偷吃了后厨的一把香菜，这可是身价几十万的名犬，这样吃坏肚子，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呀。百度百科说，狗不能吃洋葱、巧克力，香菜呢？这香菜能不能吃啊？现在百科怎么这么不靠谱？要是狗有个3长2短，我这收购大计还没开始，就得先背上巨额债务了。这豪门的狗真他妈难伺候。哎呀，这些吸血鬼简直疯了！现在还敢翻墙进家里面来了，还在偷拍，这群断章取义的狗东西！行，本小姐今天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手机交出来！我操，有刺客！快跑，堂客，快跑！说吧，哪来的女肥贼？敢来我陈家偷狗？你才偷狗贼呢！我是这家的呀！哎呀，算了，跟你废什么话？把照片删了！啊，还敢抢劫？反了你了！还敢抢劫？反了你了！老实点儿，别乱动！你再乱动，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救命啊！非礼了！你干什么呀？别动！还非礼呢？我还怕你非礼我呢。老实交代，你是哪家的偷狗贼？是不是想偷坦克、卖狗肉火锅？我是这家的，我是陈清月，二小姐。二小姐？你要是二小姐，我就是陈家大少爷。看你穿的这身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恐怖分子呢。别动！救命啊！非礼了！怎么了？进贼了！天哪！小唐，你在干什么？小川，你疯了！哎呀，川儿，你疯了！老爷子，夫人，我抓着一个偷狗贼。这个女的偷狗贼身手非常敏捷，要偷咱们家坦克，还好我反应快。偷狗贼？妈，爷爷，你看他，这混蛋要杀了我！清月，我乖孙女儿。我操！你真是二小姐啊！二小姐，误会！您听我解释，您穿成这样，我真以为是偷狗贼了。你还敢诬陷我？我要杀了你！二小姐，我这不是正当防卫吗？再说了，咱俩刚才那姿势，我不是为了控制嫌疑人吗？哎呀！老爷子，你觉不觉得刚才那一幕有点像短剧里面的情节？霸道管家和他的落跑甜心。你少看点无脑短剧行不行？哎呀，臭小子，你可闯大祸了！你赶紧给二小姐道歉。妈，我这不也是为了保护陈家的财产安全吗？你还敢狡辩？妈，你看他，你快把他开除了，现在就开除！哎呀，清月，你别生气嘛，那小唐也是尽职尽责。再说了，你看你穿成这样，连亲妈都没认出来，也不怪小唐把你当成偷狗贼。妈，你还帮着他说话，你到底谁亲妈呀？你呀你！哎呀，好险呀！得亏平时把夫人哄开心了，不然今天这罪名扣下来，我这管家生涯算是到头了。不过这二小姐脾气怎么跟那只哈士奇一样暴？看来以后这陈家的日子不好过呀。凭什么啊？一个送外卖的居然能和老爷子勾肩搭背，我堂堂一个王总监居然连口热茶都喝不上。陈洪镇那个老眼昏花的东西，竟然为了一个骗子打我！王总，你消气。我消个屁的气！
陈清月那个戏子整天不务正业，现在被人爆出这么大的丑闻，陈家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陈家既然不把我当人，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王总，这是二小姐。二小姐怎么了？啊，进了娱乐圈就是玩物。等全网人都骂她是荡妇的时候，人家都会坐不住。到时候我找几个大佬组个局，让她去陪酒。陪酒？这等大佬玩开心了，这事儿就能平。到时候我找到老爷子就告诉他，这就是那个唐川那个管家泄露的行踪。这招是借刀杀人。唐川，你不是全能管家吗？等二小姐身败名裂，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到时候人家把你扫地出门，我有100种方法弄死你。哼！喂，那个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二小姐，我有名字。再说我现在很忙，我正在计算坦克和闪电洗澡的精神损失费，以及您刚才误伤我的工伤费。你还跟我谈钱？我都没有计较你刚才冒犯我的事情。哎呀，好了，清月，不知者无罪嘛。小唐，这也是为了家里的安全。行，我不跟你计较。把这个签了。绝对保密协议。违约金500万。刚才后花园的事，还有我这副鬼样子回家的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狗仔。你把这个签了，我就不追究你刚刚把我摁在地上的事。哼，不签。你敢拒绝我？信不信我让我妈开除你？二小姐，我是管家，职业操守是第一位。我不说是因为我专业，不是怕赔你钱。再说了，你这协议合约里面怎么还写着一条随叫随到，无偿服务？小白嫖，门儿都没有。你还敢跟我谈钱？本小姐可是全网几千万粉丝的女神，能为我服务是你的荣幸。还没2条狗的洗澡费值钱呢！啊！妈，他是瞎子吗？哎呀，好了好了，你就别跟小唐置气了。小唐这是真性情，那做事一板一眼的，多靠谱啊！靠谱？他刚才说我不如狗啊！哎呀，那是小唐幽默。你看看，自从他来了以后，咱们家的花草多茂盛。那坦克和闪电多听话，哎，还有上次打牌的事儿，要是没有小唐，妈那200多万可就输给孙嫣柔了。这孩子是咱们家的福星。福星？我看是克星还差不多吧。妈，你到底是谁亲妈呀？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妈这是帮个理。小唐这么能干，我琢磨着下个月给他涨工资呢。你呀，多学学人家小唐的沉稳。涨工资？还让我学他？行，你们2个才是一家人，我就是捡来的吧？不是，哎呀，小唐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丫头都是被我惯坏了。哎，夫人，这二小姐天真浪漫，还挺可爱的，只要不扣工资，她干什么都行。来，夫人，这是刚才的费用。
这家里谁掌财权，我心里门儿清。只要哄好了老夫人，区区一个二小姐，还不是我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小样儿，跟我斗！什么？品牌方晚宴提前了？哎，可是我的妆还没……行，别催了，催命呢！王姨，快备车！再晚的话，我就被对家在热搜上踩死了！啊！二小姐，这大清早的也没过年，不用行这么大礼。完了，这可是意大利的限定款，全球就这么一双，还是品牌方点名要求的，我的战靴毁了。哟，这断口还挺整齐，看来他也知道自己即使断了，也要做一个体面的废品。都这种时候了，你还说风凉话，怎么办呀？送回意大利休要1个月，哎呀，这回也肯定要被那些无良营销号说落魄女星穿了地摊货走红毯。哎呀，二小姐，鞋跟虽然断了，但她的灵魂还在。什么灵魂？这种结构性断裂，只要加上内支撑，再配上强烈粘合剂，它的稳定性会比原厂还强。内支撑？那是什么？算了，跟你这种学渣也说不明白。那个谁，你把那个粘假牙的那个强力胶拿来，还有再给我拿个易拉罐拉环，要可乐罐装的。粘假牙的强力胶，易拉罐拉环，不是，这鞋12万，你拿粘假牙的胶水粘我的鞋。二小姐，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坏了算我的，修好了算你的，死马当活马医呗。哎呀，看好了。看好了啊，这拉环只要嵌进去，就跟镶了根钢钉一样。别说走红毯了，你就算是踢足球，它也断不了。你瞎说什么呢？谁要穿它踢足球啊？就是这胶水印有点影响美观。你等着，我再给你做一个限定款皮肤。哎，搞定！不仅修好，而且这蝴蝶结呀，还能修饰脚踝，视觉拉长腿部线条，妥妥的陈玉风啊！啊！真的更稳了，而且这个好像还比原创更有设计感。哎呀，常会，手工费5000。5000？你抢钱啊？那胶水才2块钱。胶水2块，我的顶级审美还有急救技术，4998元。二小姐，这时间就是金钱，你要是再磨蹭，这5000块钱的鞋它就赶不上晚宴了。支付宝到账5000元。唐川，你给我等着，别落我手里。二小姐慢走。这谁小姐？陈清月，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什么情况？拍下来！快！陈清月被砸了！陈小姐，网传你被多名富商包养，是真的吗？听说您私生活混乱，这双鞋也是金主送给您的吗？滚出娱乐圈，脏死了！这种女人就该被封杀！封杀！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妈，
菜叶砸我。我的宝贝啊，你这造的什么孽呀？谁这么缺德呀？啊！简直是欺人太甚！公关部呢？人都死了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哭吧，哭得越惨越好，也不枉我花了500块雇了那个大妈去丢烂菜叶，这下名声臭了大街，我看你还怎么装清高！哼哼。哎呦，老爷子，夫人，这件事儿啊，恐怕没那么简单呐。不仅是几个营销号在黑二小姐，就连其他主流媒体都下场了。他们说二小姐是劣迹艺人，要全网封杀，所有的代言啊都给解约了，违约金加起来起码要3个亿。这3个亿，这钱呐还是小事儿，这主要是名声的问题。现在全网都在说二小姐私生活混乱，这要是坐实了呀，这陈家的脸往哪儿搁呀？啊，陈氏集团的股价明天早上一开盘就会跌停板，那可是损失几十亿呀！这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刚打听到啊，京圈的李总手里握着几大媒体的资源，只要他肯开口啊，这事儿准能平。真的？那我去找他谈。像李总这种大人物呀，哪是说见就能见的呀？不过我听说这李总啊，早就对二小姐仰慕已久。二小姐今晚只要肯赏个脸，陪李总吃个饭喝个酒，这热搜啊立马能消。什么？你让我去陪酒？混账！我陈洪真的孙女怎么能去陪酒？老爷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现在全网都在骂二小姐，李总不开口，二小姐的星途可就断了。而且集团股价暴跌的事儿，谁来担呐？况且也就是吃个饭，也不干别的。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为了家里，为了集团，我真的要……烫死我了！谁他妈打我呀？王总监，不好意思啊，我这想倒杯茶给您降降火，没想到这手一抖，直接到您身上了，这物理降温了，这裤子湿了没事，没烫熟吧？唐川，你怎么敢烫我？你个傻人，你疯了吗你？疯！我告诉你，我清醒得很，反倒是你这脑子跟下水道连一起了，让二小姐陪酒，你以为你是老鸨啊？你个臭扫地的，你懂个屁你！这可是涉及几十亿的大损失啊！你有办法？你有个屁的办法！哎呦，给我半小时，我能搞定。半小时？你以为你是谁呀？巴菲特还是美国总统啊？你一个下人也敢在这大放厥词？我告诉你，这件事儿你他妈的最好别添乱！哎呀，川儿，你别胡说，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哪能是你个孩子能瞎掺和的？赶快给王总监道歉，别给老爷子添堵。小唐啊，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事儿关乎集团的生死存亡，不是你耍嘴皮子的时候，别闹了，下去。哎呀，老爷子，你别生气嘛，小唐这是关心清月，心切嘛。话虽有点大了，但心是好的。小唐，你先回房去吧。所有人都想把我推出去挡枪，连爷爷都动摇了，只有他一个管家在拼命维护我的尊严。
虽然他吹牛，但是他真的在维护我。这家伙也没有那么坏嘛。二小姐，信我一次，半小时，如果我没搞定，我立马卷铺盖滚蛋。好，我信你。哎呦喂，大家快来看看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网吧打游戏呢。唐川，你装什么装的？你会代码吗？不是在这键盘上乱敲一通，骗二小姐吧？小唐，这能行吗？这黑乎乎一片，这啥呀？这是？是啊，小唐，这事儿可开不得玩笑，万一要是弄巧成拙……老爷子，我就说他就是个骗子，他一个臭管家，会刷盘子，还会刷代码呀。二小姐，你可千万别被他给忽悠了。闭嘴！我相信他。二小姐，你这是病急乱投医呀！王总监，您能不能往后稍稍？那唾沫星子都快喷我屏幕上，容易给我造成短路。你敢骂我？老爷子，您看看，都这个时候他还在贫嘴，他这就是在害陈家呀！搞定扫雷了。搞定那个造谣的孙子了。云海市飞跃网吧38号机，这查到了。你胡说八道！你随便指个网吧就是证据啊，谁信你呢？哎呀，这还有意外收获呢。这个黑客也是够缺心眼的，收了钱还在朋友圈晒截图。我看是谁啊？宏达金融李总，备注水军费。李总，这就是王总监你说的那个能救我的李总。王总监，这个就是你给二小姐找的救星。您和这位李总配合的挺默契啊。这不可能！这个图P的，你陷害我的，是不是 P 的？发上网上就知道。二小姐，借微博一用，用吧，随便用，密码是23。哎，密码这种东西太隐私，你自己登就行。哦。不能发！老爷子，千万不能发呀！这要是发了，就彻底得罪。闭嘴！证据在这摆着，还帮外人说话，滚一边去！想发就发呗。现在的网友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等着被喷死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是不是又在骂咱们？不是，爷爷，你看，我操，这瓜保熟，直接甩 IP 和转账记录，这么硬核的辟谣第一次见，陈清月牛逼！原来是那个李总监喊捉贼，太恶心了吧！支持二小姐报警。这波我站陈清月，看正面杠资本，路转粉啊！只有我关注到那个 IP 追踪技术吗？这绝对是大佬手笔啊！陈家背后有高人。天哪，风向全变了，现在全都在骂那个姓李的。我的粉丝10分钟涨了100万。哎，太好了！我就说小唐是咱们家的福星。这哪是辟谣啊，这是绝地反击。这不可能！这网友现在都这么理智了？不是网友理智了，是证据太硬了。看来您的那位李总啊，估计这次要进去踩缝纫机了。好，小唐，你这次立大功。王文祥，这回你怎么解释？哎呀，老爷子，我也是被那个姓李的给骗了呀！我是一心为了陈家，为了二小姐，我也是受害者呀！受害者？我看你是帮凶吧！转账记录上写的清清楚楚，宏达金融那是你的地盘，
你敢说你不知情？我这真的不知情，我估计是那王总监啊，刚才您还信誓旦旦地说只有李总能救二小姐，现在这证据确凿了，您就说您被骗了。您这变脸速度比川剧还快。王文祥，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安的什么心啊？够了，王文祥，作为投行总监，不仅业务能力不行，还勾结外人坑害二小姐，简直是吃里扒外。老爷子，我错了，你就看在我多年为陈家效力的份儿啊，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饶了你？做梦！从今天起，给我滚去当副总监，再让我发现一点你的不干净，直接卷铺盖滚蛋！副总监，降职？王总监，好戏还在后头呢。哎呀，王副总监，恭喜恭喜呀！您这虽然官降一职吧，但您这跪舔的姿势可是越来越标准了。唐川，你给我等着！这家伙怼人的样子好像还挺帅。二小姐，您嗓子要不舒服，您多喝点热水。喝你个大头鬼啊！喏，这个给你。昨天的事，谢谢啊。二小姐，你这蛋饺不会下毒了吧？或者包了芥末籽？唐川，本小姐好心给你夹菜，你居然怀疑我在里面下毒？你不爱吃？哎，别呀，这都到我碗里了，就是我的。挺香。哎呀，老爷子，你看，咱们家清月呀，终于懂事了，会疼人了。是啊，这看着多和谐呀！哎，小唐啊，以后啊，这臭丫头要是再闯祸，你就管管她。老爷子，您放心吧，二小姐就算天捅个窟窿啊，我也给她补上。只要钱到位。好，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也吃好了。谁要捅窟窿啊？还有，谁让你管我的？行，不用我管。那以后谁要是再黑你，或者你高跟鞋再断了，二小姐可别找我哭鼻子哦。你行，你可以管我。从今天起，你就是本小姐的特约顾问了。不过有条件。啥条件？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不准再穿你这破制服了。还有那个粉红色围裙，我看着碍眼的很。以后呢，必须穿西装，还得都是我买的。二小姐，你这个呢是形象定制，得加钱。工资翻倍，西装我报销。成交。老板大气，老板身体健康。嘿嘿，工资翻倍，还能公费买西装，这不血赚？切，财迷。不过这家伙穿西装的样子，确实比穿围裙顺眼多了。我虽然穿的是阿玛尼，但我依然是你最忠实的疏通者，这就是金牌男佣的专业素养。走你！
管家连桶马桶都这么帅。唉，喝吧，喝吧，这个是老爷子2万块钱1斤的茶叶，茶渣泡的。哎，虽然是圣茶，但好歹也是豪门的圣茶，你们要记得感恩哦。堂哥，你慢点儿！我这穿西装不能做剧烈运动，这都2小姐的钱，要是穿破了，我拿什么赔呀？2小姐，您这脚简直就是女娲的毕业设计。你看啊，这曲线，这肤质，不去当足模，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哎呀，少贫嘴，快涂，涂完了扣你工资。哎，别动，我这是精细活，你说这要涂肉上算谁的呀？再说了，我这是为艺术献身，你好歹配合一下。阿姨，你快点儿！急什么呀？这慢工才出细活。我帮您收拾文件的时候，我看见宏达金融的代言合同了，是不是快到期了？哦，那个呀，王文祥前几天还催我续约呢，烦死了。王文祥？哎呦，这王副总监最近刚被降职，心里肯定憋着坏了。这合同你看过没？没看。哎呀，太长了，我看着头疼。怎么啦？有问题啊？那问题可就大了。据我所知，这宏达金融最近业绩正在下降，这王文祥正在找冤大头填窟窿呢。这给您挖个大坑，挪用您的代言费，比如给别的女性买包包。什么？2小姐，对不住了，只能借你的名义去查账。只要进了宏达金融的财务室，我就能拿到核心数据。王文祥，你挪用公款填补亏空的证据，我可早就想拿到手了。拿我的钱给别的女人买包，这可是我的血汗钱。所以呀，我觉得我有必要替您去视察工作，顺便帮您看好您的钱袋子。毕竟您的钱是我工资的来源。查，必须得查。这个王文祥居然敢挪用我的钱，我扒了他的皮。得嘞，咱现在出发吧。急什么？先把小脚趾涂完，强迫症很难受的嘛。还有，不许涂哎。遵命，我的女王大人。但这算加班啊，得加钱。加你个大头鬼啊！快涂。王总，喝茶。你说陈清月那个蠢女人会来签约吗？那肯定会啊，王总，宏达可是陈家的产业，他不签自家公司签谁？再说了，您不是放出风声，只有咱们才能给他最高的代言费吗？最高？骗鬼呢！哎呀，合同啊，我都准备好了，里面全都是阴阳条款。只要他签个字儿，你3000万的代言费呀，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转到我的海外账户，到时候填不上公司的亏空，剩下的都是老子的。高，实在是高。不过王总，万一唐川跟过来怎么办？那小子邪门的很。唐川？他来的正好，老子正愁没机会收拾他。这里是宏达金融，我的地盘，他一个臭管家来到这儿，能掀起多大的浪啊！那咱们怎么整他？怎么整？他不是自称是特约顾问吗？待会儿他们来了，你就把唐川给我拦住，
就说公司有规定，闲杂人等和宠物不得进入，就让他跟门口的那条看门狗待在一起。这二小姐能答应吗？二小姐现在满脑子都是代言费，到时候把合同拿出来，跟她说签了字就能拿钱，她哪还顾得上一个臭管家呀？我只要她在合同上签了字，那3000万就是我的了。而且这合同吧，我还埋了雷，到时候出了事儿，光违约金都能让她赔个底儿掉。哎呀，我把它卖了，他还帮我数钱呢！啊，高，实在是高。那唐川呢？陈清月一个人来到会议室，唐川在外面，那还不是任我揉捏，吧？唐川呢？唐川。这次我就让你在陈家彻底社死，我要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恭迎二小姐回宫视察。小堂子表现不错。我是管家，不是太监。怎么不爱听啊？那扣工资啊？爱听，我太爱听了。二小姐说什么都对。嘴偏。好了，跟本宫进去大杀四方。陈二小姐，王文祥呢？在开会。走吧，本小姐来视察工作。是。这儿去。顺便清理门户。宏达金融王文祥，我唐川又回来了。上次是你把我赶出去的，这次我可是带着把铲子来的。二小姐，您可算来了。王总正在会议室恭候大家。带路。哎，不好意思，这位先生请留步。怎么，我脸上有花啊？唐先生是吧？不好意思，公司有规定，为了确保商业机密，闲杂人等和宠物不得入内。二小姐进去谈正事，你在门口候着吧。对了，门口有专门给宠物准备的饮水盆，你要是渴了可以自便。你说什么？你把唐顾问当什么了？二小姐，这也是为了公司制度，毕竟唐先生只是个下人，不懂规矩，冲撞了贵客就不好了。闲杂人等，宠物。王总监这看门狗调教的不错呀，这还会咬文嚼字呢。你说谁是狗？谁搭茬就说谁呗。二小姐，看来这宏达金融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咱们这闲杂人等是进不去了。要不咱回吧。回？为什么要回？我看今天谁敢拦我的人，让开！二小姐，这是王总的命令。王文祥的命令，在陈家的产业里面，我陈清月说的话才是命令。王文祥算个什么东西啊？二小姐，你怎么打人啊你？我打你怎么了？一条看门狗也敢拦主人的路？唐川是我的特约顾问，就是我的人，羞辱他就是羞辱我。走吧，我看谁敢拦你。可以呀，二小姐这护犊子的劲儿深得我心呀。我刚才听见有人说这门口有宠物饮水盆。他乱说的他。别呀，你这都准备好了，别浪费了。刚才看你叫的挺欢，嗓子一定都干了吧？去，把盆里水给我喝了，润润嗓子。我觉得唐顾问说的十分有道理啊。要么你现在就着盆自己喝，
还是说想让我给人事部打电话，让你全行业封杀啊？别，二小姐别的，哥，二小姐让你喝你就喝呗，别连累兄弟们。就是那可是姻缘水，你平时你想喝，你还喝不到呢。我，真喝了，真喝了。你看他，我就是他怎么了？喝的还挺香的。二小姐，别看了，咱进去吧，别污了您的眼。走吧。废物，连个管家都看不住。哎呀，哈哈哈！哎，二小姐，您可算来了。哟，这不是唐管家吗？怎么不在家刷马桶，跑公司来吹空调了？我们公司可不招保洁。王总监，你这消息是不是有点滞后？我呢，现在是二小姐的特约顾问，专门来视察工作的。反倒是你，这办公室的空调是不是开得太低了？脑子都吹缩水了，连人都不会叫了。你，这里是宏达金融，谁让你坐那儿的？那个位置我是给刘董留的，你赶紧给我滚起来！刘董？哪个刘董？比二小姐还大呢。哎呀，小姐，您看他就是个无赖，你怎么能把这种人带到公司来的？太跌份儿了！跌份儿？王文祥，唐川是我的人，他爱坐哪儿就坐哪儿。你要是看不惯他，可以滚。好，我这也是为了公司的形象。哎呀，闭嘴！你要是再废话一句，信不信我让你连副总监都当不了？哼！行了，别瞪了，再瞪眼珠子掉地上，还得算工伤。赶紧的，把合同拿出来，本顾问赶时间呢。行，我就看你能干出什么花来。二小姐啊，这可是为你争取到的天价合同，3000万。您随便去打听啊，现在的行情就是个顶流也拿不到这个数啊！要不是因为宏达集团是陈家的产业，我哪敢开这么高的价呀？我这可都是一心为了二小姐呀！3000万，真的假的？我之前接的那个饮料代言也才1500万呢。那必须是真的呀，二小姐，您可是咱公司的金字招牌啊！那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您在这签个字儿，这钱呢立马到账。可以啊，王文祥，没想到你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关键时刻还挺给力。看来是我以前误会你了，没想到你就是嘴欠了点，但是还挺靠谱的。哎呀，能为二小姐办事儿啊，是我最大的荣幸。慢着，3000万，王总监，您这钱是津巴布韦币啊，给的这么痛快。你懂什么呀？啊，这是我们给二小姐最高的待遇。大胆，你干什么呀？这可是公司的机密，里面涉及几千万的资金往来。你一个送外卖的下人出身，有什么资格看？是啊，唐先生，这可是商业合同，非相关人士无权查看。泄露了商业机密啊，您承担得起吗？王总监，你这记性是不是让狗给吃了？上次在陈氏集团总部，是谁帮大小姐
搞定那个法国佬的合同，那次脸都被打肿了，这么快就忘了？那你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了。这是金融代言合同，和那个外贸合同就不一样，你懂个屁！我不懂。行，既然你这么怕我看，该不会是这合同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比如说阴阳条款，或者说什么霸王条款？你血口喷人！这是正规合同。唐先生，请注意您的言辞，我们可是专业的法务团队。行，既然是正规的、专业的，那为什么怕看呢？真金不怕火炼。二小姐，我说的对吗？王文祥，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不会真的像唐川说的那样，你在合同里给我挖坑了吧？啊不，没有啊！二小姐，你别听他挑拨离间了。那你拿给他呀，唐川是我请来的特约顾问，有什么问题他看不出来的？你这样的话，那我公关费不白花了吗？哎，快拿给他。行，给你看，我看你能看出什么花来。第12条，乙方需配合甲方开展不少于20次线下推广活动，且不包含差旅费。20次，你拿咱们二小姐给你当导游呢？20次，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还得拍戏呢。这笔误多打了个0，应该是2次。笔误。好，那这条呢？代言费3000万，其中包含税及运营成本，到手金额由甲方核算。王总监，这分明就是卖身契呀！含税及运营成本，那运营成本是多少啊？运营成本要是3100万的话，二小姐是不是得倒找你100万的手续费呀？还要扣除运营成本？王文祥，你把我当傻子耍呢？没，这合同是法务部拟的，我太忙了，我没仔细看，这都是他们搞错了。哟，法务部背锅。法务，合同你们拟的。王总监，你这阴阳合同玩得挺溜啊，表面上是3000万，实际上二小姐到手能有300万就差不多了。那多出来的2000多万，是不是都准备流入到你的海外账户里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海外账户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据？你想要证据？这唐川够了啊！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什么海外账户啊？我看你就是想钱想疯了，想来这里碰瓷讹诈。讹诈？王总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黑客把你的转账记录都投到大屏幕上？这狗东西，我先炸一炸，看是不是真有证据。保安死哪去了？王文祥，你这是干什么？我可是二小姐，你敢动我？二小姐啊，我当然不敢动你啊，但这里是宏达集团，公司有公司的规定。虽然宏达集团是陈家的产业，但根据集团的章程，公司的日常经营权归我管。你虽然是二小姐，但在公司没有担当任何职位，无权干涉呀。你拿章程压我？不敢，我只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不得不请闲杂人等出去了。尤其是这个唐川，他不仅扰乱公司的秩序，还涉嫌窃取商业机密。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他要是敢反抗，给我打死了算工伤。谁敢动他？
二小姐，你别逼我呀！来人，把二小姐请去休息室喝茶。走，二小姐，你走。王文祥，你要造反吗？我要告诉爷爷。哎呀，告状！老爷子现在身体可不好啊，我劝你还是别气他，万一气出个什么好歹来，这责任你担当不起啊！哈哈哈哈哈哈！唐川，你不是挺能说吗？接着说呀，你刚才那股狂劲儿呢？王总监，您的脚怎么还软了？亏心事做多了，肾虚啊！死到临头你还给我嘴硬啊！给我打，往死里打，把他的嘴给我打烂！住手！打！有种你就打死我！王总监，你想清楚了，今天您这一棍子下去，打的不仅仅是我，打的更是陈家的脸面。用陈家来压我呀？陈家现在都自顾不暇了，哪有时间管你这个下人？这里我说了算，我说你是商业间谍，你就是商业间谍，我打死你也是为民除害。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王文祥，你就这点出息，只敢关起门来打人？你说什么？你不是说这是你一言堂吗？你不是说陈家管不了你吗？你这么牛，你怕什么呀？怕我打一个电话就让你跪下？我怕你？笑话！既然你不怕我，那你敢让我打一个电话吗？怎么，王总监您不敢啊？放屁！我会怕你？我就让你打，我看你能摇谁来？那个扫大街的妈，还是看大门的爹呀？啊！打！现在就打！我要让你死得心服口服！啊！打！打！王总监，我希望我打完这个电话，你还能笑出来。装模作样，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大小姐，你看这画面还清晰吗？这位呢，就是刚才扬言要把我还有二小姐打死的王总监。他说的这宏达金融是他的一言堂，陈家呀自顾不暇了，管不了他了。你说这口气比您还大。不是大老板，快藏起来，别被看见了。哎呀，这不是这陈总啊！王文祥，你好大的威风啊！连我的顾问和妹妹都敢动。误会，这都是误会呀！误会不对呀，王总监，你刚才不是说要让我死的心服口服吗？这怎么见着大小姐舌头都打结了呢？是不是亏心事做多了，见不光？误会，我刚才都看到了。王文祥，你不是说我陈家管不了你吗？很好。我是陈丽雪，通知财务部立刻冻结宏达金融所有的账户，只进不出。通知安保部和法务部5分钟内赶到宏达金融全面接管，谁敢阻拦，直接报警处理。王文祥，你不是说我管不了你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是谁说了算。完了，不行，不能坐以待毙。一旦集团的人来了，我就彻底完了，必须跑。只要跑出去，我就还有机会卷土重来。
想跑？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滚开！干什么呀你？二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去追他，你在这等我啊！唐川、陈清月，你们给我等着！真以为把老子赶走你们就赢了吗？做梦！幸好老子早有准备，这里面全是陈家这些年的商业机密和黑料。有了这些东西，我就不信搞不死你们。喂，是赵总吗？我是宏达的小王啊！对，我有份大礼要送给您，是关于陈氏集团的，它能让您顺利的吞下宏达，还能让陈家伤筋动骨。好，我这就过去。陈家，咱们走着瞧。让他跑了。这小子属兔子的，跑得太快了。没事，他都已经这样了，反正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二小姐，你太天真了。像王文祥这样的人，就像一毒蛇，你不打死他，他肯定会反过来咬你。而且，他这么急着走，肯定留下了什么尾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二小姐，你帮我一起搜一下。搜什么呀？搜他来不及带走的罪证啊！一张纸条都不能放过。唐川，你看这是什么？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居然留了一手备份，这里面全是他和对手公司的往来邮件，还有陈氏集团核心项目的底价。天哪，他这是想卖了陈家呀？卖？他这是在给自己找后路。哎呀，就是说呀，怎么回事啊？来了！陈总，您来了。情况怎么样了？法务部和安保部已经全面接管大楼，所有账户都冻结了。只是王文祥跑了。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陈总息怒，我们正在追查。不用查了，这种人既然敢跑，肯定找好了下家。带我去总监办公室。是，去。哎呀，这椅子不错，腰部支撑也到位。看来啊，这王总监平时没少在这偷懒。我觉得这沙发也挺软的，比我家里的舒服。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姐，你怎么走那么深啊？大小姐，您来的正好啊。什么？那，您看，
这椅子正好37度，符合人体工程学最佳温度。您请上座。你当这是暖宝宝啊？大小姐，您这不就是见外了？我这是替您验货呢。毕竟这以后可是您的地盘啊！这椅子要是坐得不舒服、不软，哪配得上您尊贵的身份？油嘴滑舌。哎呀，哎，手里拿的什么？这个，王总监走得太匆忙，落下的传家宝。传家宝？没错，这里面不仅有他挪用公款给自己买豪宅的证据，还有几封跟赵氏集团往来的情书。情书？王文祥跟赵总谈恋爱了？二小姐，你这脑回路怎么这么清奇？这是商业机密，是投名状。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王总监现在正跪在赵总面前，把陈家的底裤都卖干净。啊，赵家，很好。王文祥，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看来我妈让你当我们家的管家，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虽然人不靠谱，但办起正事来还凑合。谢大小姐夸奖，我可是金牌男佣。不过大小姐，这接下来这仗可不好打呀。这赵家有了王文祥这条疯狗，肯定会反扑。反扑？那让他来。打吧打吧，打得越热闹越好。这水越浑，我才越好摸鱼。宏达金融这把椅子坐着确实挺舒服，这以后必须归我了。混账！我待他不薄啊，没想到这王文祥竟然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不仅贪了公司的钱，还想把陈家卖给赵家，养不熟的白眼狼。哎呀，都怪我当初看他长得老实巴交的，做事也勤快，还以为是个老实人，没想到居然藏着一肚子坏水。就是，那死老头还想坑我呢，要不是唐川拦着我，我当时差点就签了那个卖身契了。3000万变300万，还得倒贴钱呢，这辈子没受过这种气。哎呦，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唐川。哎呦，哎，老爷子，你听到没有？咱们家清月居然夸人了，夸的还是小唐。是啊，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呀妈，爷爷，他又不是只会气我，偶尔办事还是蛮靠谱的吧。啊，确实靠谱。这次如果不是他先发现了王文祥的猫腻，宏达金融很可能已经姓赵了。小唐啊，你真是我们家的福将，不仅会美食，还会打理家务，会公关，还会抓商业间谍。小唐，你说说，你还有啥不会的？夫人您过奖了，主要还得是二小姐配合的好。哎，那是，本小姐这可是战略性打击。行了，夸得差不多了。现在王文祥跑了，还带着黑料投奔了赵家，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对了，小唐，你脑子活，你说说看。老爷子，恕我直言，他带走的资料是真的。赵家要是知道我们的底价的话，这一次陈家一定会伤筋动骨的。那咱们岂不是被动啊？如果资料是真的，那我们要么更改底价，要么放弃竞标。无论哪种，损失
都不可估量。他带走的资料虽然是真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着巨大隐患。什么隐患？比如，这里面有一个利润非常大的滨海湾开发案，他只知道这是一块肥肉，但他不知道的是，那块地下埋着古墓。啊，古墓？没错，这个消息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是看旧账的时候看到地质勘察报告。这个消息一旦传开的话，文物局就会接管，到时候开发无限期停滞，谁入手谁就是冤大头。你的意思是让赵家高价接手这个烂摊子，等他们把资金砸进去，我们再公开消息，到时候彻底锁死他们的资金链。bingo！ 到时候赵家就是不死也得蜕层皮，这招叫做请君入瓮。好，哈哈哈哈，好一招请君入瓮。小唐，你这招够狠，我喜欢。唐川，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呀？怎么装的全是坑人的点子？哎，我这不是生活所迫吗？这叫《孙子兵法》中的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好，就按小唐说的办。哎呀，这谈完了正事，咱们聊点开心的。小唐啊，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除了加班费，阿姨还得给你点奖励。夫人，您别这么看着我，看得我都发慌。哎呀，慌什么？阿姨是想问问，你看我们家清月怎么样？妈，能不能换个话题啊？妈，你说什么呢？谁要和他？你看啊，小唐一表人才，聪明能干，还会照顾人。你呢，虽说脾气臭了点，脑子笨了点，但长得还行，这叫互补。夫人，您对这二小姐的评价还真是亲妈。必须的。哎，我觉得你妈说的有道理。小唐这孩子，我怎么越看越顺眼呢？那要是找个上门女婿多好。哎，老爷子，这可使不得啊！我就是一个出身寒门的管家，哪配得上二小姐啊？哎，妈，爷爷，你们两个想气死我吗？谁要嫁给这个财迷啊？哎，对，二小姐说的对，我就是个财迷，哪配得上二小姐啊？哎，你看，就你俩这默契，还说不配呢？你看这挺好。行了，就别乱点鸳鸯谱了。唐川现在可是宏达金融的特别监察员，还要对付赵家呢。你们要是把他吓跑了，谁来帮我干活？唐川，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公司报到，不许迟到啊！是，大小姐。好险，差点就被逼昏了。这豪门虽然钱多，但坑也多，还是拿着钱跑路比较安全。不过刚才二小姐脸红的样子还挺可爱。今天咱们可得加把劲儿啊！大嫂，您放心，那块地呀，我已经找人核实过了，绝对是未来10年的黄金地段。陈家这次资金链紧张，只要咱们能够拿下，就彻底压死他们。好，如果拿下这块地，那你就是头号功臣。你们最近资金链怎么样？还行吧。各位，接下来是本场拍卖的压轴戏——滨海湾 A 号地块，起拍价50亿。才开价50亿啊！ 55亿，55亿一次。
60亿，60亿一次，60亿了，这都65亿，65亿一次，70亿，70亿一次，我去，这80亿，80亿一次，这是我陈家能拿出来的所有流动资金，谁敢抢，就是和我陈家不死不休。看看，这是个杠子。看来是没看吧啊！你看，他急了，他像一条疯狗一样急了。这是陈家的底牌了，只要压死他们，陈家就彻底完了。好，100亿，老子出100亿！我100亿，100亿一次。今天我要让陈家在云海市出名。100亿，你们狠，这块地归你们了。我们陈家输了。输了，唐川，你不是很狂吗？你不是要收购公司吗？啊，怎么现在像一条丧家犬一样啊？回去告诉陈洪琛，让他把棺材本准备好，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陈家的忌日。各位，还有要继续加价的吗？100亿一次，100亿2次，哎呀，这看来100亿3次，成交！恭喜赵氏集团。好。哟，唐顾问，怎么输的没脸见人了？回去告诉陈洪琛，云海的天变了。是啊，天变了。不过王总监，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什么话呀？福兮祸所伏。您花100亿买了一块大墓地，也是。这赵总以后要是驾鹤西去了，省着买墓地的钱。你这是什么意思？自己看吗？突发新闻：滨海湾 A 号地块发现大型汉代古墓群，文物局已紧急介入，该地块将被列为重点保护区，无限期禁止开发。古墓无限期禁止开发，那我的100亿呢？这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有古墓啊？是你坑我！哎，我早提醒过你了，那是一块风水宝地，那适合埋尸啊。可你非不信，那我有什么办法？啊，走。赵氏集团因100亿资金被套牢，股价瞬间崩盘。赵总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调查。与此同时，前宏达金融副总监王文祥因涉嫌挪用公款、商业欺诈及泄露商业机密等多项罪名被捕，数罪并罚，或将面临1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下他真的要进去踩缝纫机啦！多行不义必自毙。唐川，你居然趁着赵家崩盘，反向做空了他们的关联股票，这波操作不仅填平了之前的亏空，还净赚了50亿。不过，做空需要巨额资金，你哪来那么多钱？这多亏了二小姐的零花钱赞助，要没有这二小姐的5000万赞助，我上哪撬动这么大的杠杆？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嘛？我那个是借给他的，要算利息的。而且谁知道他能赚这么多？哦，借的呀，5000万，说借就借。我们家清月什么时候这么大方？哎呀，你们好烦人，不理你们了。这是50亿，
按照之前的约定，我要收购宏达金融51%的股份。从今天开始，我不当管家了，我要当老板。啊！收购？你哪来这么多钱啊？这不刚赚的吗？哎呀，我就说嘛，小唐绝非池中物，这下好了，门当户对。清月，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嫁呀！哎呀妈！好，今天咱们是双喜临门，走吃饭去，让孙师傅给咱们做满汉全席。好嘞。哎，对了，不过记得这姜丝儿这次切薄点。走。走。